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金柳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平安。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祝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宝贝的儿子跟女儿。主，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圣经共读，也盼望无论听的讲的，主啊，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更认识你的真理，更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来看见，扫罗为了父亲来寻找驴子，那最后来遇见了神人撒母耳，这也是在上帝的安排当中。那上帝早已启示撒母耳，就是要来膏这位扫罗成为以色列人他们苦苦哀求要的一位王。那在敌人的面前，撒母耳为扫罗摆设宴席。那当时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那扫罗的心中可能有一个心事没有说出来，但是在撒母耳记上有一个铺陈，就是当这个撒母耳为扫罗来膏抹的时候，就要为他来解开心中的事，不仅是找驴子的事情。那我们看见撒母耳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用油来膏扫罗的头，那目的是要使他福杯满溢，也要使百姓得福。那么今天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那首先请金流姐带我们来读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第一节，于是撒母耳拿一瓶橄榄油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他说：上主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治理他的子民，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的统治者的证据。今天离开我以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谢撒靠近雷杰的坟墓那里碰到2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驴已经找到了。你父亲不再担心驴，却担心你，不断地问人：我儿子该怎么办呢？你从那里再往前走，到他伯的圣树那里，会遇见3个人，他们要去伯特利向上帝献祭。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另一个人带着3个面包，第3个人带着1皮带酒。他们会问候你，给你2个面包，你要收下。那为了要让扫罗做王，增强扫罗的信心那所以撒母耳他来用3样的记号来增强扫罗的信心，这也是从上帝而来的。那撒母耳和扫罗呢，在撒母耳家中过了一夜，那隔天早晨要回去的时候，打发仆人先离开。那撒母耳就出其不意的拿一瓶橄榄油或是膏油，就直接膏在扫罗的头上，并亲吻他，说：上主膏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那目的是要来治理上帝的百姓，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那等一下以下就是上主选立你做他子民统治者的证据所以成为一个统治者，就是要拯救上帝的百姓，然后来做他产业的君王。那这个证据，第一个就是今天离开我之后就在2人相离之后，你会在便雅悯地区的谢撒靠近雷杰就是雅各的妻子拉结的坟墓那里碰到2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找的驴已经找到了，而且你的父亲没有担心驴子，在担心你，也会不断的问我儿子该怎么办就是扫罗已经出来好几天，那还没有回去，现在扫罗的情形如何？那这是第一个印记，然后再往前走，我们看这个地图来看拉结的坟墓应该也是在拉玛的附近，因为从这个耶利米书31章的15节，
知道呢拉结跟这个拉玛好这个地方呢好是有关联的。那撒母耳私下就是无人四下无人私下来膏扫罗做王，那有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量，可能这个做王的风声如果传出来，每个人都想要争着做王，可能引起族群内部的分裂，所以先膏扫罗为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呢也要让扫罗能够有信心，所以给他3个记号。那到谢萨的附近，谢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也是可能都在拉玛的附近。这张图是我们昨天看见扫罗他出来找驴子的路线了。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从拉玛来到基比亚编号2的这条路线。那再继续往前走，会到他伯的圣树。那这他伯的圣树，就是在伯特利的附近。好，那他们要去伯特利来向上帝，有遇到3个人，那这3个人要去向上帝来献祭，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羔羊，另外一个人带着3个面包，第3个人带1袋酒，所以有羊有面包有酒。那他们会问候你，再给你2个面包，你要收下。好，所以他伯的橡树呢，在伯特利的附近，伯特利呢就是亚伯拉罕、雅各都有在这里筑坛，在这边献祭敬拜神的地方。那3个饼也有旧约的74译本翻为3个篮子的饼，那2个饼呢，好，那74译本还加上了一个摇祭，就是这2个饼呢是用摇祭，是要来摇祭所使用的饼，也是要来献祭用的。那这第2个记号呢，就是他们会先遇到3个人，这3个人会带有3种不同的礼物那并且会把这礼物来分享。那接下来再请金流姐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8节。第5节，后来你要去基比亚，到上帝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营帐。你在进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群从山上祭坛那里下来的先知，他们打鼓、吹笛，弹着竖琴和七弦琴，并且受感忘形说话。上主的灵要突然支配你，你会跟他们一起受感忘形说话，像是另外一个人。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要照上帝导引你的做，你要比我先到吉甲，我会在那里和你会合，并且献烧化祭和平安祭。你要在那里等7天。我到了那里，我到了以后会告诉你应该做的事。阿们。好，那第1个记号是2个人，好，那他们会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爸爸在找扫罗。那第2个记号就是3个人，那他们带着3种的礼物要去伯特利来敬拜。那第3个记号就是要去到基比亚，那基比亚又翻成神的山，因为基比亚是一个希伯来文是山谷的意思，所以现在中译本把2个意思都拿出来，就是基比亚上帝的山。那第3个记号就是到上帝的山呢，会在那边遇到非利士人的营帐，那在边会有进城的地方会碰到一群从神的山，就是从丘坛下来的先知。这群先知有的有鼓瑟，有的击鼓，有的吹笛，有的弹琴，而且他们都受感说话受感说话。现在这种译本写受感忘形说话那受感呢就是被感动，那说话呢不是正常说话，是忘形说话。在现在中译本加上去就是不可能是用不能理解或是不受限制的来说话。那这是第3个重要的记号。当你遇到这群先知从神的山下来时候呢，上主的灵要突然的支配你，就是大大的感动你。那在英文是写 rush upon， 就是会突然的来到你的身上，你就会跟这一群先知一起受感忘形说话，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以这里总共有3个征兆。第1个是2个人，第2个是3个人，第3个是一对的先知一对的先知。那去到基比亚神的山，就是这时候
扫罗找驴子找到了拉玛，但是他要下到基比亚到神的山，在神的山呢会遇到这一对的先知的时候呢，那在这个地方扫罗要成为一个新的人了，好，因为在受感说话的时候转变成另外一个人，转变成另外一个人。像是另外一个人，意思就是扫罗要成为一个更加勇敢的人，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他对自己是非常的没有自信，甚至他自己虽然长得健壮英俊，好，那又高人一等，但是呢，他的心呢却是非常的惧怕恐惧。好，那第7节撒母耳说，当这些事情都发生成就。那这些征兆就是记号，或是这些标志出现的时候呢，你要照上帝导引你的做，就是趁机做该做的事情。那这句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做你的手所找到的，就是扫罗这段出来是要找驴子，好，那他不断的寻找，甚至从找驴子到找神人，那找到了神人，找到了撒母耳，好，那是不是他找到了撒母耳，是上帝找到了他，所以做你的手所找到的，就是趁机做该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来感动，或是突然来感动扫罗的时候呢，你就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做你所该做的事情。那第8节，你要在我以先下到吉甲，因为这是一个高度，从神的山基比亚，然后下到这个吉甲。那吉甲呢，就是在耶利哥城的附近，就是在约旦河谷旁啊。那这是在海平面下300公尺的地方，好，那就是是个低地，但是它是内陆。那在一个地方呢，我会在那里跟你会合，并且献烧化祭和平安祭。意思你要在这边等7天，就是扫罗如果先这些事情都成就发生，到了吉甲之后，还要在那个地方停留7天。那撒母耳说：“我到了。”我以后会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上帝知道扫罗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给他3个印证，2个人，3个献祭的人，还有1对的先知。那要让扫罗清楚知道，这每个细节撒母耳都讲得很仔细。那也透过第3个印证，就是受感说话，让扫罗能够实际转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让他能够放开，让他能够无拘无束，让他能够不再这么样子的拘束。好，那这也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是要使人得自由，不再被捆绑，不再被限制。好，接着再请金流姐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16节。第9节，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颗新的心。撒母耳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当天都实现了。扫罗和他的仆人到达基比亚时，一群先知迎见他，上帝的灵突然支配他，他跟那群先知一起受感忘形说话。以前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这样，彼此问：基士的儿子怎么啦？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一个当地的人说：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的父亲是谁？这就是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这句俗语的来源。扫罗在那里受感忘形说话后，就往山上那敬拜的场所去。扫罗的叔叔看见他和他的仆人，问他们：你们到哪里去了？扫罗说：我们去找驴啊，找不到，我们就去见撒母耳。扫罗的叔叔问：他告诉你们什么呢？扫罗回答：他告诉我们驴已经找到了。但扫罗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提起他要做王的话。好，谢谢。那所以这些事情只有1对1，撒母耳向扫罗来交代。那扫罗离开撒母耳，上帝就已经赐给他一颗新的心了。意思就是说，还不用等到遇到这群的先知，好，那就是撒母耳对不起，在扫罗的心中呢，他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好，那在昨天的第9章，那撒母耳是告诉扫罗说，明日早晨我送你走，会把你心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好，那现在撒母耳告诉完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一个新的心，就是可能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可能他对国家或是对百姓或是对整个民族的看法，那在撒母耳跟他对话之后，他有了更新他的心意。而且撒母耳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情，当天就是在一天之内遇到这2个人，又遇到3个敬拜的人，然后他又去到了神的山，那都一一的实现了。那第10节说，当扫罗和仆人到基比亚，就是神的山，果然一群先知就来迎接他，上帝的灵突然来支配他。好，那这突然支配就是讲到就是大大的感动，那他就跟着这一群的先知一起受感，被神的灵感动，忘形说话，就是放开，就是整个人就是不受拘束的说话。那做先知讲道，这个哥林多前书说，做先知的讲道就是传讲上帝的事情，传讲上帝的话，把上帝所要说的事情，所要做的所要说的话说出来。那在使徒行传第2章，也讲到这群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们，他也是被圣灵感动，来颂赞上帝的作为，颂赞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些情境情形呢，可能有一些相像相似。那11节，以前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这样，就彼此问，基士的儿子怎么了？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好，所以这里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以前就认识扫罗，所以有人认为说，现在来到了基比亚神的山，好，这一群人以前就认识扫罗，很可能这就是扫罗的故乡，就在基比亚。那或是说，扫罗故乡的人也来到神的山，来到基比亚，那看见扫罗这样，好，那他们就纳闷说，基士的儿子怎么了？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那基士的话呢，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基士他的父亲呢，又是一个大的财主，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一段翻译比较不容易翻译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背景来看到，就是说这个大财主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居然成为先知吗？或是说这个大能的勇士的儿子怎么也变成了先知？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儿子要继承父亲，好，那应该扫罗应该是被定位他继续成为一个财主，或是扫罗他继续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怎么成为一个先知呢？12节，一个当地的人，所以在基比亚神的山这里有一个人说，那么其他的人他们的父亲是谁呢？那这句话就更不容易懂了。那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有人提出质问，应该儿子要接续父亲，怎么这个儿子成为先知？所以在基比亚就有人反问说，那所有这些的先知，他们的爸爸也都是先知吗？他们的父亲是谁？好，所以可见说不一定是儿子要继承父亲，或是父亲就一定传承给儿子。那12节的后面说，这就是扫罗竟也成了先知吗？这句俗语的来源呢？好，所以在撒母耳记载了很多当时的俗语，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还有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他们所朗朗上口常用的话。那这个都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面。好，那但是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扫罗他虽然父亲跟先知没有交道，没有交集，但是在上帝的允许下，上帝使用谁，谁就被上帝所使用。上帝要谁成为先知，谁就能够成为先知啊。那也就是这一句俗语，扫罗也在先知中吗？是这句是疑问句，但是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就在扫罗那一天找驴子的最后一天，那他就成为一个被上帝的灵所支配、所感动。好，那13节，扫罗在那个地方就是基比亚受感说完了话，就上神的山，就是敬拜的场所。那在那里呢，
扫罗又遇见了他的叔叔啊，所以他的叔叔看见他和他的仆人回来了，就问他们：你们到哪里去了呢？扫罗说：我们去找驴，找不到，我们就去见撒母耳。那可见扫罗的叔叔是认识撒母耳的，好，就说那撒母耳有告诉你们什么事？扫罗回答说，他告诉我们的驴已经找到了。其实撒母耳跟他说的话可多了，至少停留住一夜一个晚上，甚至隔天一大早，就是叫仆人先离开，单独又为扫罗来膏抹，对他说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哦。但是扫罗并没有把这样的细节，这个重大的事情来告诉叔叔啊，他要做王的话。扫罗的叔叔是谁呢？好，那当我们读到第14章50节的时候，就会知道扫罗的叔叔就是尼尔。那尼尔又是谁呢？尼尔就是押尼尔的父亲。好，押尼尔可能大家就有听过。那押尼尔又是谁呢？押尼尔就是扫罗军队的元帅。好，那意思就是，其实他们的关系就是非常的 close，等于是他的堂兄弟，后来成为扫罗做王之后，成为他的元帅啊。但是在这里呢，扫罗虽然成为一个先知，成为一个受感说话，成为一个受上帝的灵所支配，但是他在这里撒母耳还是记下来，就是扫罗还是有所保留他还是没有放开，他还是有所顾忌，一定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敢讲出来。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读下一段，请金流执事金流组长带我们来读17节到22节。17节，撒母耳召集人民在米斯巴开会，对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说，他领你们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和一切欺压你们的人。他是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一切灾祸患难的上帝。但是今天你们厌弃他，要求我给你们立一个王。现在你们要按支族和宗族的次序集合在上主面前。于是撒母耳要每一支族上前来。上主拣选了便雅悯支族，撒母耳要便雅悯支族的各家族上前，选出了马特利家族，然后马特利家族的人都上前，选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民众要找扫罗，但找不到他，他们求问上主：那人到这里来了吗？上主回答：扫罗在那边，躲在行李堆后面。阿们。那撒母耳好，现在当扫罗和撒母耳暂时分开，那撒母耳呢好也在这几天当中呢，就召集了百姓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啊。好，所以我们知道米斯巴在第7章的时候，就是撒母耳成为士师，好，那约柜被掳走，好，那他就把米斯巴、伯特利、吉甲这3个地方呢，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巡回的地方。那也是撒母耳在这边来问断所有以色列人事情、办公、行政的地方啊。好，所以米斯巴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好，那所以这米斯巴撒母耳就召集百姓在这里现在这一本写开会了。好，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大会，那这个大会就是要来布达事情，撒母耳就布达说：上主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以及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救你们脱离一切灾祸和患难的神，那就是在回应他们在第7章，他们一直吵着要第8章一直吵着要求要立一位王哦，所以现在这个王呢要来产生了。那神对他们，因为你们对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那所以撒母耳说，现在你们应当按各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呢。那支派是12支派，宗族这个字的原文是1000。好，所以如果是用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12个支派，好，每个支派可能都有1000个宗族哦。那12乘以1000就会有这个12000啊，好，12000。那这12000个宗族呢，好，那20节，撒母耳要求每一个宗族上来抽签。好，那这个
抽到了便雅悯这12支派呢，抽签，好，抽签的原文好是取，好是上前来拿，好，所以它意思就是来拿签。那拿到的12个支派，先拿到的是便雅悯支派，哈，所以这是第一轮的抽签。第二轮抽签呢，是要按宗族来抽，好，所以这个1000当中呢，好12000，假设是12000支签，好，那先抽到12支签先抽到便雅悯，然后在10000这签里面当中呢，1000个签当中抽到了马特利族，马特利家族。那这个马特利的意思在圣经只有这里出现，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之雨上帝的雨水马特利家族。那马特利家族呢，又在抽是哪一个家，那就抽到了是哪一个人抽到哪一个人，那这个几率是非常的低因为一个家族可能不止1000个人所以这有可能是几百万人当中抽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士的儿子扫罗。基士儿子扫罗，可是当签抽出来之后呢，照理讲扫罗应当要在场所以大家都聚集在米斯巴，可是呢却众人寻找他寻找不到，所以他们只好再回去求问耶和华，说那人扫罗有来到这里的吗？上主的回答说扫罗在那边躲在行李堆后面或是物品堆后面，因为大家聚集到米斯巴，好，那这趟路呢，可能大家都有带很多的家当行李那我们继续再看最后一段，那再请金流姐带我们读23到27节。23节，有人跑去把扫罗拉出来，带他到群众面前，他比所有的人高出一个头。撒母耳对人民说：“这就是上主拣选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群众呼喊：“吾王万岁！”撒母耳向人民说明王的责任和权利，并且把他们写在书卷上，存放在上主面前，然后叫个人回家。扫罗回基比亚家里去了。有些被上帝感动的勇士跟扫罗一道去，但有些无聊的人说：“这个人能救我们吗？”他们看不起扫罗，也没有送礼物给他。扫罗却没有说什么。阿们。谢谢。那所以当上帝启示说扫罗人就躲在那堆行李的后面，就有人去把保罗给拉出来好，那和本是领他出来，好，那现代中译本是用比较生动，是把他拉出来或是拖出来，把他带到群众的面前。好，那扫罗他是人高马大，高人一个头，他的肩膀就是人家的头顶那撒母耳对人民说，这位就是上主拣选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光这个身高就赢大家所以撒母耳这样宣告。那众人呢听到了的反应是马上当下就欢呼说吾王万岁，愿王万岁。那这个万岁的意思就是愿王活着就是都活着愿王能够活着。好，那所以这是在不管是中国古代或是在旧约圣经都有用这样的字来尊荣他们的王那撒母耳呢接着就向人民将君王的典章对百姓来说明好，那这也有人说这就是国法或是国家的宪法，好像那个独立宣言这个一个国家的开始，所以那一天就是以色列王国开始的日期他们有君王，有百姓，然后有法律有国法，所以王的责任，王的权利都在这个书卷或是说以色列的宪法当中，但是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却没有把这个重要的宪法来交代清楚。其实也不用交代，因为它就是延伸至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所提的。那一天呢，那可以说是一个加冕的典礼那一切事情都发生的非常的快速好，那就在短短的几天当中，那所以呢，当这个王被按立之后，被膏抹之后，那撒母耳就把这个国法存放在上主面前，然后让个人回家。扫罗也回基比亚家里去了。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果然扫罗就是住在神的山那就是在这个神的山当中有他所认识的人，那就是有这一些先知其实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那这就是他的故乡。那另外还有一些是被上帝感动的勇士那这里感动呢也是一样，是心中被神感动。那就是本来这些勇士不是住在基比亚，但是他们一样被上帝的灵所支配，那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随扫罗不回家，反而跟着扫罗来到基比亚。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无聊的人，那和本翻成无赖之辈，或是翻成匪徒，或是翻成无用的人，没用的人，他们说没用的话，他们说什么？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那其实他们说的是实话，所以也让我们所推测的是，对许多人来看呢，扫罗虽然高人一等，面貌俊秀又强壮，但是呢，他的行为这个扭捏捏，躲躲藏藏，这样怎么能够成为一国的元首呢？所以这些无聊的人，无赖之辈。那他们其实的判断也没有说错，但是他们因为这样却看不起扫罗，就藐视他，也没有送礼物给他。那这一切呢，扫罗都没有说什么，就是扫罗他也不否认，没有说什么，就是他也不否认了。好，今天这段经文的故事呢，继续在这个很长的故事的叙述当中，但是让我们看见扫罗在敌人面前上帝为扫罗摆设宴席，用膏膏他的头，使他福为满意，目的就是要使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那但是我们看见扫罗后续他几个脱轨脱序的表现呢，让他没有办法住在神的殿中。那扫罗被膏为王的目的，就是要治理百姓，还要救理百姓脱离仇敌的手。那也看见3个印证当中的第3个，就是扫罗蒙神的改变和一对的先知受感说话，就在他自己的故乡家乡基比亚神的山当中那上帝在那天赏赐他新的心就是让他脱离富家因为可能扫罗长得人高马大，但是大家可能都轻看他因为他们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支派，他的富家又是支派当中最小的家族这个马特利族，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世这个位分呢非常的自卑。那扫罗在3轮的抽签当中呢就抽中当选成为君王，人高马大却躲藏起来。而在那一天，撒母耳颁布了国法，有人被感动跟随扫罗，但也有人呢就是凭着眼见，凭着肉体，凭着血气就轻看他，也不理他但是呢，扫罗的故事才刚刚要开始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看见扫罗虽然长得高大，但是他却有一个平凡人的心，甚至是一个胆小害怕的心，但是上帝你依然可以使用，你用不同的印证记号，使我们心中的忧虑不再担忧，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就要把这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世俗的忧虑，你都要亲自来为我们来排除。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不要继续活在世俗的忧虑当中，而是要先以上帝的国为念，来寻求神你的旨意，寻求神你的国度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这天上，这才是我们所应当要追求。也求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追求你的国度，追求你的公义，追求你的和平。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金柳，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